就是在这开始之前呢，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想要给大家，这个可以帮我传下去，然后一人拿一张。好，这算是我第一次自己的分享会，然后很好奇大家看到这个1689会想到什么？应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毕竟我们也不是那个年代出生的。这个1689啊，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我接下来要分享这个长期计划，记录不同年龄的面孔。那它现在是一个流动性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结束的完成的作品。今天它其实是一个刚开始，也可以算是一个中继站。16指的是我目前记录到最小的年纪，16岁，也就是雨生今天好像没有来到，但是他也是我作品里面的一员。那89岁呢，就是我目前记录到最长的年纪的人。这边想要来记录岁月，为什么是岁月呢？因为我想要把我们刚开始看到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可能会猜想说他是20岁到30岁之间，或者说他可能是中年人等等的，但我们不会马上知道说他几岁。借由这个契机，我开始思考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一张照片，除了它本来是一个可能创作型的人像，或者是说本来就是一个纪实型的肖像照等等的，去做一个更有脉络、更有系统性的创作。因此，我发想了这样一个记录不同年龄面孔的计划。我想要记录从很小的年纪，到时候是看我能记录到最小会是多小，那最长的会是多长，做一个串联性。它会从一开始可能说，如果我可以记录到，比如说5岁、6岁，然后到90岁、100岁等等的，然后最后再做出一个展览。因此，我会在这里面去讲到这边很重要的就是人。岁月跟人之间的关联，人的部分我是想要去呈现说，我们把这个人记录下来，那他与我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以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20岁他被我拍了下来，他看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可能已经是30岁、40岁，或是说不一定已经在世等等的。那他在当时被我拍下来的时候，他脑中想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刚开始在20岁的时候，有的是迷茫，或是有一股冲劲，所以他笑着看着我，或说他笑着看着我，只是因为他觉得有点害羞，或是他很严肃地看着我，是因为我跟他不够熟悉。所以在我记录下他那个年纪的片刻，那一年的那一天记录下来，等到未来5年、10年，当我完成了这个展览之后，我想让别人思考，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在当时被拍下来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会想要成为我自己一个记录者，我很喜欢摄影。现在呢，是一位要升大一的18岁学生。这些是我目前有参加过的展览，有在新竹市文化局展览过，也有在新竹市立美术馆展览过自己的美术作品。那在全国的学生比赛中也有获奖的经验。接下来第一个部分就是10岁。10岁这边我列了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梦想、友谊、家庭以及选择。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字它比较清晰，有些字它比较暗淡，有些比较大，有些看不太清楚。这些就是我想要在10岁到20岁之间，我目前累积的作品中去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雨生，他是这一次年龄计划中最小的人。他是之前就是跟一起担任志工的时候，虽然他年纪很小，但是他就是一个志工创办的领导者，所以那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细心腼腆的人。所以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拍下他一张比较温和的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怎么跟上一张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刚刚看到上一张，它是一个比较腼腆的。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呈现过程中，可以去思考一个点是，对方怎么看待镜头的？他看待镜头的摄影师，他是怎么去想的？可能他跟你的关联性很高，所以他很自在。那可能他第一次跟你见面，所以他比较有所保留。这边第一个雨生16岁的男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我们感觉出他可能露出微笑，但是他不一定是聊天聊得很开心的瞬间露出微笑，他可能是在我要拍照的时候，所以他知道说我看到镜头了，所以我反射性的露出微笑。接下来这位17岁的女生，她是跟我认识8年的朋友，我们每一年都一起过生日。她叫做以轩，这边可以发现她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且这个灿烂的点是我们不可能再请她说，以轩你再笑一次，那我想要拍你笑得这么的开心，不可能再拍出一模一样的照片了，因为这样就是一个她在17岁的那一个瞬间，我们笑得最开心的那个时候，我拍下来。也因此，他现在18岁了。这个计划目前进行了1年多。18岁的现在的他再笑一次，也不会跟当时一模一样。
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写联络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笔记跟现在的笔记是不可能再去模仿的。以前画的丑丑的画，现在你想要再回去有那种童趣的感觉，也很难再去做出一模一样事情。顶多有时候它会是一个用模仿的方式。因此，我在这次计划中，我很呈现的很着重的一点是，我是一名记录者，我想要创造出真实的样子。真实的样子就是我想要表达，他在某一个片刻，我们聊得很开心，或者是说我们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去做一个记录。再来，这位子静可以举手一下吗？对，好，子静她很有趣哦，她是我之前在青年民主协会的论坛中去认识到的朋友，然后就是她现在是17岁，要准备学测生的。同学，就是他，我觉得他让我一个启发，就是他其实是蛮靠自己的一个人，他不会说，我一定要今天要跟爸妈去拿很多资源啊，他是自己去外面寻找资源的。就是之前在会考的时候，他是接近顶标，可是他没有去读明星高中，而是去选择自己家里就很近的学校啊。那每一学期都会有一些奖学金，他用这些奖学金就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就不用再去跟爸妈拿钱。这就是我在10岁这部分中前面有个列到一个比较小、比较灰暗的地方，叫做选择这个词汇。那选择这个词汇就是我想要给子静的，因为我认为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接下来他是 Ivy 现在也在现场，他就是一个对我来说 ，Ivy 是一个我认识中最真诚的人。他会是你在开心的时候，他真的很开心很开心；那你难过的时候，他也是很用力的哭。我会觉得他很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不会把自己可能不好，可能笑得有点疯狂的一面，就觉得说啊，我要有气质，我就不要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的企划中，Ivy 这个女生她给我有非常多的启发。那我会说她是从动漫走出来的，因为她的动作场都非常的大。那这个在17岁的这个时候，我把她的这个样子拍下来，我也很好奇，等到以后她会是什么样子，也非常期待。在下面有形容到大步的走，我也觉得他未来可能在很多时候都有办法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走向自己想要的路。接下来这个朋友是，也是17岁的女生，会说无声胜有声的朋友，因为我们像是在这个就是资讯非常的丰富，我们想要什么资源，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我们在这3年之中，我们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在IG 上或是说 LINE 上面聊天，可是我们每天见面都疯狂的聊天，但是就是没有在社群平台上面、社群的媒体上面去做对话，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其实不一定需要那个声，那个手机的叮咚的声音，我们需要的声可能是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听到蝉声啊，或者说听到新竹的风声，学校里面大家在嬉闹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很喜欢的背景音乐。它不需要是一个我们回家传简讯的时候一直看到。在这个17岁这个作品之中，其实我有反思到，在大概我国中，因为我现在是高中毕业，准备要升大学，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因为是青少年的关系，我非常的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每天回家传讯息，还要去思考说，现在传出去的这个表情符号，大家看了怎么想？我现在有点挽回，他会不会不开心？可是喜轩这个同学，他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不用说一定要在社群平台上面非常的热络的对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真诚在学校里面，在一个现实中的场域里面去交流，这样子。那这个18岁的同学呢，我们现在要进到成年的这个时间，我会觉得他是善良而且是正义的，因为国中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的擅长去表达自己，他可能会跟很多像我们会说8+9走在一起，但是国中那个时候他也会去在教室可能就会觉得说大家谁告状他很不开心，但是他18岁这一天，他找我说千枝，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拍摄我18岁这一天的照片？我就说好啊，你想要怎么拍？他说他想要请我直接去记录他，因此我去想他给我的感受，我会觉得他其实很善良、很温柔，而且跟当初有非常大的不同。当初就是觉得抱怨说，谁告状啊，那个谁又怎样，我要下课去打他的那个小孩，那个青少年，已经和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在13岁的时候，他的样子跟在18岁的样子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因此，我也会期待在18岁这一天，我记录下他，
那么28岁、38岁的他又会是怎么样呢？可能是心态上面的转变，也有可能是容貌上面的转变。那同样也是18岁的，在10岁这个部分，我会去分享到比较多的朋友，是因为我目前是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也会用比较多主观意识去讲我在我的看来，在我17岁或是18岁看到这些同学，那我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个奇峰，我会觉得他很冷静，他冷静中理性的外表其实又非常的温柔。我们是在就是同志电影会上面认识的，然后这是在讲家庭关系，他就自告奋勇的上来分享他自己的妹妹啊，就是有在安置机构待过，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又是怎么去看待的？因此我觉得太有趣了，所以我在那一次的电影分享会结束之后，我又主动再约他说，奇峰，我可不可以再跟你多聊一些？那再多聊一些的这一次，我就把他18岁这个时候记录下来。好，接下来是19岁，就是玉光，玉光现在也在现场，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有很多我拍摄过的朋友现在都是在现场。我会觉得玉光是一个追梦者，我会觉得他好像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很冷静，就是去追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追梦者，感觉都是带着一股憧憬，但我会觉得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原本是自学生，高中是自学生，在用特殊选材的方式考上了成功大学。可是考上成功大学之后，现在19岁的他又选择休学，就觉得哇哦，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呢？那我们是在河海音乐季，也就是上礼拜的在新北市的音乐季上面认识的，我们就在聊天，他就在问我说，千枝，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真是太酷了，怎么会有人第一次见面就聊这个东西？对，所以那个时候跟玉光聊，我就觉得说，19岁的他现在正在追寻他的梦，然后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疑惑或自己想要的东西。好，接下来进到20岁，20岁这边有一些词汇，这边可以看到有追寻，前面10岁其实有类似追寻的东西，但是在20岁也有这个追寻东西。可是追寻之外，我们同时也出现解构以及再定义。我会想要这样子讲，是因为我认为说我们在10岁、10几岁青少年的时期啊，我们去想了很多我们想要的梦想。大家小时候一定都有很多梦想，可能是我要当老师，说我要当歌手，这可能都是大家常有的那个想要成为的职业嘛，或者是说你们的梦想。那在20岁这个期间，我们就突然发现说可能升上大学，可能去就业。所以我们开始把我们原先的梦想去做一个可能再往现实面走，或是说再去推翻它。因此我认为是出现了20岁，我们出现一个结构以及再定义。好，这一位20岁的女生，她现在是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但是在台中也读过1年的书。她是新北市金山人。然后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一开始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金山，那金山就是在新北市的一个靠海的地方。他小时候非常的不喜欢那里，因为金山跟其他地方的交通都有一段距离，可能要去市区就要坐1个多小时的车，所以小时候因为交通或者说因为各种方面别人的不看好或是类似歧视的眼光，他不喜欢金山。但是等到他大学之后，先去台中就读1年的大学，他就发现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台中，不是这样讲，不是说台中不好，他没有很喜欢金山以外的地方，他自己最向往的地方其实是自己的故乡，有点像是可能我们一直往前走，但是我们走到一个部分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其实心里有一个内心真正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家里。所以他就跟我说，在离开金山后，他发现他对于他家乡其实可以更认识，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因此他现在回去金山了，他现在回去金山，在那边做打工，同时也在大学，那同时也在金山那边的咖啡厅打工。好，这一位是来自香港的 Tony， 那我跟他呢就是大概在6月的时候，他就在 IG 上面说他想要在台湾环岛，想要骑摩托车环岛，我就说那你如果来新竹，你可以找我。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新竹聊了2天，非常的开心。其实他的爸爸，因为之前现在也是，就是香港有非常多的状况。他的爸爸其实是警察，所以他跟我分享到他跟家人非常多的状况的发生，可能是家人的不谅解，或是说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跟一个不是台湾人的人，或是说不是新竹人的人，甚至是最简单的跟你不同性别的人，就是不是你自己的人去做对话，是一件
非常能够启发自己的事情。好，接下来这个23岁的创作者呢，我们一开始是因为摄影而认识，那之后有进行了一些拍摄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有一些创意发想啊，就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来把一般的人像照去拍的不太一样，一定是我拍你，然后拍下来这样子，可能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衣服想象成画布，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把墨汁这样撒上去，就变成了我们的创作。对，好，这个24岁的女生呢，她是台北，那现在是台湾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刚开始也是在社群平台上面有一直关注到她的摄影作品，我就对她有非常大的好奇心，很想要去拍摄她。在24岁这个时候，我就问她说，我有一个企划想要进行，我跟她说我的主题，但是我跟她说，你可不可以来我认为好的这个地点来拍？那这地点在新竹。他就二话不说，直接说好，我就直接去。甚至他前一天就过来住了，所以我们白天拍摄的，因为我场刊的时候觉得白天的光是最好的光，他就前一天就过来。我可以发现说，在这个时期，他可能大学毕业，但是他还是保有一个非常真诚的心。他竟然可以为了一个就是跟自己完全不同县市、未曾谋面的人，然后就是这样子直接从别的县市过来，就是前一天就过来拍摄。会觉得说年纪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像前面的20岁这边讲到追梦、追寻的部分，就觉得他在那个时候啊是一个追寻的过程。这边有个小故事要分享，就是在24岁那个时候，他一直在持续在进行摄影的拍摄，但是现在25岁的他已经完全不拍了。怎么会差这么多？为什么会差这么多？这就是年纪上面，我们在这个年纪做出了一些决定，可是我们在下一刻可能又有其他意外或是说状况发生。所以在24岁那个时候拍下他的这个样子，现在已经不会再是一模一样的样子了。好，那25岁这个苑成呢，是之前他是台中人，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他给我的感觉啊，是镜头里面有很多光影之间的掌握，可能是他喜欢用电影比例来拍摄，我会觉得他是会去掌握细节的。而且是非常斜杠的人，就是他是工程师，可是他同时又一直在画素描，然后一直进行人像拍摄，就哇哦，可以追寻自己的梦想或是自己的兴趣，是很好的。啊，剩了5分钟，那现在既然只到20岁，我就快速了。好，26岁就是我的学校体育老师。学校体育老师呢，他超级的自由，就说啊，你们今天那个开合跳想要跳30下、20下，他说我不想跳，那去操场走一圈好不好？好，对，就是我们体育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他啦。对，27岁的子佳，他是之前也是自己也是创作者，在桃园，我们第一次拍摄也是在新竹，我觉得太奇妙，就是我在新竹，可是竟然有办法在跟那么多不同县市的人进行拍摄。好，那这个是谁呢？这就是我们驻村艺术家楚香。就是上次在这边的时候，跟他去进行大概3-4个小时的对话，然后之后再把它拍下来。那楚香故事呢，我觉得之后交给楚香分享。到了30岁，30岁可能是一个人生中我们想到很多的，可能会是停损点，或者说出现重大的变革，可能组成家庭，或是说我们有了事业上的成就。这边我会觉得30岁同样出现梦想哦，在10岁的时候出现梦想，30岁也出现。但30岁梦想突然变小、变灰暗了，为什么？那我把选择这个字放大，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更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就比较不会有人去给你太多的建议，最终还是要自己来决定。这个是在就是路易莎，大家一定都去过路易莎吧？对，因为我就是学生嘛，都会去路易莎读书。结果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在那边常客，然后有一次就是课满了，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就一起做，然后就认识了，对。那这个30岁呢，他是一个 YouTuber， 对，他的频道上面就是展现了3种语言，然后就是给国外朋友看的。我会认识他是因为我走在路上，他就邀请我来街访，对，我觉得太有趣了，所以我那时候有上他的节目。好，那这个也是刚刚街访的，就是其实会街访，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有了一些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突然有一些意外来。那一天就是有台北的女生邀请我，就是她说她想要来参与这场拍摄，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去台北找她，结果她突然跟我放鸽子了，我说而且是前10分钟，她说她的心灵状况不好，也许可能真的很糟糕，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来找找看有没有人可以再来进行拍摄呢？
所以我跟他聊了起来之后，我就拍他了，对，非常的有趣。这个31岁，他现在是有化妆的状态。那会想要讲有化妆，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在纪实的情况下，我们会想要呈现最真实的样子。可是纪实并不一定会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妆全部卸掉，展现自己，你不一定想给别人看到的样子。所以我认为真实跟美之间，我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漂亮女生，或是说她是一个美丽的摄影作品。但是它就不真实吗？他看待我的眼神就是虚假的吗？我觉得不一定哦。我们真实有点像是在拍可能纪录片的时候，我们在请那个故事主角他去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本身就已经在做那样的事情了，所以不会说我们再请他做一次可能缝纫衣服的画面，捕捉那画面就不代表真实。这个万华的摄影师，他其实就是我主要这一次人像企划的起始。让我去思考，说我想要记录，而不是只是拍创作。好，到了40岁，40岁这边出现了实践以及社会，有点像是把梦想中的这个名词变成动词，变成我们来实践它了。那一定是梦想实践吗？也不一定。对，这是我的英文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现在主要就跟大家分享这边的面孔以及他的简短的故事。那他是一个很乐于倾听学生声音的老师。接下来这个是之前在火车上的时候，在新竹火车站，那一定有大家不管是在桃园、新竹或是台北等等的车站，都会遇到很多移工的朋友。那个时候因为他就是在车站迷路，那刚好我们都要去一样地方，所以我们就我跟他一起聊天，一起转车，就发现说其实他现在40岁，但是他有一个跟我年纪一样大的女儿哦，就觉得很有趣。41岁，这是一家想要证明自己的咖啡厅老板。原本他是在新北市那边，就是因为生了2个小孩的关系，所以开始10年的家庭主妇的人生。等到要开始进入职场，想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要去面试的前3天，突然发现说我竟然怀了第3胎。对，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办？我难道一直当家庭主妇下去吗？我想要工作，所以他就开了一家叫做好客咖啡的咖啡厅。他想要证明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不一定要把我的人生都奉献在家庭上面。这个是船长，很有趣的是，我第一次拍摄到船长，他从15岁就开始在大海上面的生活，然后从那边刚刚讲到移工朋友啊，渔工也是，那个时候渔工非常的喜欢跟着他4年，因为他给的待遇都非常的好，就很友善。好，到了50岁，坚定亲情。52岁这边是我的妈妈，然后她其实有在现场。对，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妈她自己是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就是一直给我觉得很坚强的样子。可是我也知道说，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可以做更好，或是说我应该要更去体贴，或者说我更应该为自己负责。所以我记录下我妈妈在52岁这个样子，我觉得是非常温柔的。54岁，他是一个我18年来第一次聊天的亲戚，结果就莫名的聊得很开心。好，55岁是我爸，对，我爸也在现场。对，好，那我这边就觉得说，因为有时候在客厅就睡死了，突然就会出现一条被子，那就是我爸盖的。对，60岁这边只有一个字，爱。为什么是爱呢？这边是61岁的母亲，一位母亲。她是一个老师的母亲，那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她就会在老师的公益课上面去帮助她，所以我会觉得她是很爱她的老公，甚至是很爱她的学生的。这个是在路上的时候，就是跟一个阿伯聊天，他就问我说：“你是在拍学校作业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跟路人聊天，你就拿一台相机一直拍，别人就一直来问你了，对，那就会一直问你，你们就会聊起来。所以那时候就发现说，他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去互动交流的交流的阿伯。好，这个是刚刚前面讲到，我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好客咖啡的老板，他的妈妈，然后现在是68岁，我是觉得非常的温柔的感觉。到了70岁的这边，突然又多了好多词汇哦。从刚刚60岁的爱，现在又多了经验、传递，还有分享。经验跟传递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这70年来的人生里面获得到很多东西。72岁，这是在新竹市商场，新竹市中央商场，怎么那么绕口？那边的新旗商布行的老板，他在新旗商布行已经经营超过70年了。
这个林淑姐姐，她也是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在布行里面工作，所以她跟我分享到，就是在布行里面啊，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过来这边聊天，因为不一定有人会那么多人来买布来质疑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来这边聊天，甚至有就是比较长辈，就是长辈们会过来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在那边关心。好，72岁，这边他是一个新竹的玻璃工艺家。那他其实也是我高中学校的选修课的玻璃老师，也是觉得非常的专业。到了75岁，他其实这个北北这个爷爷，他其实有失智症，可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会一直重复一些事情，我就听到他说他会重复说你一定要好好认真学习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学的日语、客语、台语、中文这4种语言都很精通，是在他人生上帮助很多的。好，最后到了80岁，温柔以及平静。83岁，这个奶奶呢，她是之前在就是当志工的时候认识到的，因为她也有失智症的状况，她常常会跟我讲一样的事情，在跟我聊很多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们现在跟你聊天很正常啦，因为时代在变，我们一定要多跟别人交流，就是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子。她常常会讲这一句话，所以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好，这个85岁的阿嬷，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得很开心。有一次我赶不上公车要回家的时候，她直接帅气的骑摩托车过来说：“千枝上来。”然后我就直接然后就到公车站正牌，对我直接吓死，就怎么这么热情，直接吓死。好，最后一个咯，这是89岁，他眼睛其实感觉在发亮，对不对？那89岁是目前记录到最长的一个爷爷。那也是在担任志工的时候有创造一些对话的，就是我每次放那个，就是大家国小可能会跳那个 Hey Lucy 的那健康操，然后会带他们跳，他就会开始唱起日文歌，我觉得好有趣。之后问下去才发现说，他以前是日文老师，那对于就是音乐是很敏感，对语言是很敏感的。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中文歌会唱成日文歌，对。好。这边10到30岁，我们看到了这些词汇。30到60不太一样了。60到90，我们发现有更多会是温柔、社会经验传递。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10岁到30岁，30岁到60岁之间，有更多是在个人的追寻。但是到60岁到90岁，在我跟每一个被摄者对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开始注重回馈社会，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学习或是个人的那个成长了，已经是想要让别人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提升自己，然后再把能量传递出去的一个过程。好，我进行的一个长期计划就是这个记录不同年龄的面孔。现在是1689，我很期待未来还可以再有更多数字上变化，也就是我有更多年龄上面记录的突破。那它是未完待续的，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找我一起聊天，一起拍摄。我现在在新竹，之后就会在台北读书。我是千枝，谢谢大家。